旧历6月24是关帝君节，桃园大企业普济堂逐年拢会举办庆祝活动。上届特别的是，各种行业都有家己的顶头，咱做伙来看卖。大喜，圆满成功！放起马炮代表今年大溪大喜的活动正式开始。30外当地社头精彩的了境活动，和民众感受关圣帝君暖寿的热烈气氛。农历的6月24号是我们关圣帝君真正的诞辰日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都能来这边参拜关公。这2周当中有非常多的相关的活动，包括表演，包括市集。那我们今年在疫情之初也担心说下半年会有很多的活动无法进行，所以做了一个关公 online。主办单位推出线顶了境的互动体验，和民众透过网络嘛会使感受到祝福。我感觉大喜变一个最好的品牌，这个品牌是甲传统文化、甲现代的元素甲做伙，甲传统的信用变一个生活中少做的代志。想要了解台湾的人情，也是台湾的社会，这个也是甚至台湾历史，这个代志拢需要为信用、为宗教开始。传统信仰唔但需要保存，而且爱可以活起来。2018年，刘金荣开始规划大溪大喜，用以规划展览的专场，甲原本2天的了境变成2礼拜的节庆活动。唔但在地人参与，嘛有济外地民众来亲身体验这场宗教盛会。记者杨淑晴桃园报道。